香港明星置業中山坦洲係做 show 定係人哋眼光獨到，亦係話俾人呃咗都唔知啊！前一排咧，吳若希賣咗中山嘅就當係珠海樓，近期又有明星宣傳說賣咗坦洲，好多人都好奇點解佢哋會揀中山，究竟又係睇中啲咩呢？今日就用2分鐘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普通人亦都可以借鑒嘅置業邏輯。第一點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，就係實打實嘅高性價比啊！同樣嘅預算喺中山，你買到嘅戶型、面積、居住嘅舒適度遠遠超過珠海，而珠海嘅核心地段靠近關口嘅樓盤單價都會偏高少少，入手嘅門檻就會高翻啲啦。反觀中山，整體嘅樓價就非常之友好啦，唔單止係上車嘅壓力細咗好多，同樣嘅價錢你可以買到更大嘅戶型、更開闊嘅空間，唔單止係普通市民，就算係明星都明白買樓唔係盲目嘅追求地段，而係住得舒服、預算用得值，呢個先係道理啊！第二點就係大家唔好以為中山離港澳好遠，而家明星集中選擇嘅主要就係坦洲、三鄉呢2個靠近珠海嘅板塊。就攞坦洲嚟講，一步之遙就係珠海，平時翻拱北港珠澳大橋口岸揸車都係10零分鐘嘅啫，同住喺珠海近郊幾乎冇區別。日常你想過關翻香港、去澳門玩，交通完全冇問題啊！即可以享受到中山嘅低價大屋，又可以享受到珠海嘅便捷通關優勢，一個單位雙城配套。第三點就係珠海全區域都係粵語為主，飲食文化啦、習俗啦，同香港係差唔多嘅，尤其係坦洲、三鄉呢2個港人嘅居住地，港式茶餐廳、燒味鋪、港式超市遍地開花，想飲早茶、想食港式美食，出門就有啦。第四點，我哋嘅居住環境更加安靜舒適，珠海靠近口岸商圈嘅位置，人流密集，車流多，日常相對於嘈雜少少。而中山大部分嘅居住區容積率低，樓間距闊，綠化充足，夜晚都好安靜，空氣環境更加好。如果你係退休嘅長者，追求安靜悠閒嘅生活，咁呢度一定啱晒你。但係我都要講句實話，唔係話珠海唔好吓，而係珠海靠近我哋嘅口岸，商務氛圍濃郁，而中山就係性價比高啦，居住感同埋生活嘅氛圍，睇翻你想揀邊個啦，完全係睇你嘅核心需求啊！究竟你係適合珠海定係中山呢？不妨喺留言區評論我哋啦，我俾到專業嘅建議你。